齋會人人拎食物來換，但有一位老婆婆被人趕出門口喎，我哋一齊去睇下，去睇下。佛陀啊，佛陀，我真係好想供養三寶，但係我就係得一粒黑土翻嚟嘅豆，是為佢哋啊，仲攔住我唔俾我入，哇！啲豆寒酸叫我走，佢哋夾埋蝦婆，我真係可憐啊！老婆婆真係好慘，既然老婆婆咁尊敬我，咁就等我嚟幫下老婆婆啦。我運用神通力，變化出無量嘅大豆，放喺齋會大家嘅碗度，咁樣大家可以得到老婆婆嘅供養，老婆婆亦都可以得到佢嘅福德。廚兵，點解有呢啲咁低俗嘅食物嚟供養三寶㗎？你知唔知咁樣對佛陀好唔尊敬㗎？呢個唔係廚兵嘅錯，而係齋會場外有一位貧窮嘅老婆婆，佢知道國王設咗無遮法會，佢寧願捱餓都要將自己僅有嘅食物用嚟佈施。老婆婆用盡自己嘅努力去佈施，得到嘅福德自然係無量無邊。佛陀，我仲係唔係好明其中嘅道理？我明明已經幾日冇瞓，用錢財同埋人力係盡力將呢個齋會做到最好，但一位老婆婆布施黑土翻嚟嘅豆咁寒酸，點可能供養俾佛陀你咁高貴嘅人啊？而且佢得到嘅福德仲要多過我。國王竭力籌辦齋會確有功德，但係種種供養嘅物資都係來自民間百姓嘅布施，對國王嘅財產係絲毫無損。我知道老婆婆嘅苦處，所以我就運用咗我嘅神通力去幫佢。老婆婆用盡自己嘅努力去布施，成就佢布施所供養嘅福德，所以佢得到嘅福德自然係多於國王你啊！佛陀，我明白啦。布施最重要嘅唔係物件嘅貴與平，而係嗰份真摯想布施嘅心。我而家就下令，無論係邊個，只要想供養三寶都歡迎，一定唔會再發生頭先嘅事。亦都懇請佛陀可以為我與大眾廣為説法。布施設齋收種種福德，在於有一顆至誠嘅心。一切事物都由心所生。如果你深入理解，就會明白，所有嘢都係嚟自一心。就算布施一粒米，佢嘅福德都可以好大。